接下來我來看的是半農半藝術的賴同雅。賴同雅以喺台北商協係第19年，一次同亞家嘅落成體推廣生活藝術化，創作也會從事大自然生態。去年底2021天幾多苗栗老屋同港美人嘅石頭接下來，腳選詞港中要做藝術創作。幾多家鄉直接南亞睇土地方，而哋韓國都市創作嘅想法比韓國豐富嘅。也兩公婆個享受安尼嘅日子，希望會呈現出農民優雅浪漫嘅生活情形。而哋咪希望農村安尼會引來引發落，土地也恢復生機。一隻樹哪能研磨我嘅塑料，一隻樹哪能雕刻到藝術家賴同雅個用心嘅設計上安樣嘅團飯，體會樣嘅刻出來。喺苗栗老屋創作，落雨天，異想起做生意嘅世界是飯體會暢樂，韓國有感情。雨停的時候去撿花生，給鹽嘅飯體哦，喺拄好不給落水沖出來，跌脫咧，給你鹽轉嚟講吼，媽媽為了濕嘅嘛，你就做嚟食飯體。去年12月初起時，賴同雅屯家位有限就歸去老屋整理，一個天愛對台北賽歸苗栗投婚。我就把那個磚再畫那個磚的顏色，所以好像在畫房子，然後補顏色，然後再配色這樣。本單以做藝術創作，超過好天然韓國生態嘅東西，幾多家鄉客也創作韓國這片土地、韓國sun等世界。個飯條，長在土地上哈，它所長出來的樣貌哈，對我來說就會很深刻，有蛀掉的，有歪掉的，大大小小都不同，所以那個對我來藝術創作來說是非常源源不斷的那個創作資源，所以你剛剛的個台北哈，跟兩有冇冇共樣哈？都冇共樣，因為它非常接近土地。我在台北的時候是一種意念，不是直接站在自己家裡土地。要踩哪裡啊？在後面。像這個要拖起來哈，我們把它剪好，這個把它要平的，這剪到圓的，所以剪到底。剪到底的時候，它不會刺到，這樣刺到的時候，它就爛掉。老屋32年嘅港美人，以歸來自然就會屯石頭接下來做，一個用唔少農藥對土地友善嘅方式來種。藝術家也下佢最尾有改到抗癌類嘅經驗好講。介殼蟲是因為我們這邊悶濕，然後這1年下來哦，它就會產生這些介殼蟲。這介殼蟲會吐出一些黑煙。黑煙會讓這個葉子都變黑的。咁樣睇出嚟，賴同雅就講講無限，每日你會影響藝術創作麼？而小講也能喺韓國會藝術創作連咁樣念頭。其實這些東西，對藝術家來說，我覺得是很有趣的，因為當我看到這些東西，這些細節，其實就是我直接創作的一個來源，而且不會無根。不會無本，它怎麼長？然後我們慢慢都把它轉化成那個藝術作品的話，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源頭。能摘下來嘅稿子，除咗直接賣，賴同雅嘅價位個千億，人輕易通破。每團有條嘅稿寫了，賣上稿唔好嘅價咩拿來做詞，按嚟做加工，東西就唔會大大雙雙。柑橘我們當然是會很認真去賣啊，但如果產量過多的時候怎麼辦呢？我們就把它用來轉成醋，然後它可以延長它的保存期限，然後轉成醋之後對人體來說，它的吸收效果會更好，養分分解得更小。一碗嘅葉子就可以同鋪用心做出來嘅煲，以打開去年作為咁嘅詞，見路見陳水講，仲下位環境好，此外標記法，沒法律韓國站。
它分解的很好，所以它已经很浓稠了，所有的果肉会被慢慢的溶解。除了这家中的咖喱橄榄琼子，同泡美豚种还会联手合作，买安全无啥农药的绿神花来做吃。请邻居的大姐，种给我们来使用，全程我们都可以去参与、去关照到，它就是安全无毒的，保证都没有喷药。那我们就是保证那个会把它收购回来。我们有经过这样一个连结之后呢，附近邻居的人知道了，他们家里有种洛神花，然后用不完的，也会拿过来给我们。我们就是要希望我们所用的原物料都是无毒，所以我们环境上我们都要先做到。所以这边周边有很多休耕的田地，我就希望说一一的把它慢慢的恢复起来。所以我前面就租了一甲地，然后一边要做生态环境，这就是我要呈现的一个比较非以往的农村，就是说它有艺术人文这一方面可以被凸显的。哎呦，搞了一身土。西鬼庙的老屋来同阿两公婆个享受半农半艺术的生活，爱做浪漫又有气质的港中男夫五夫，要潜规头摆田种下位用的屯港中的方式，爱改温柔来好好的对待土地环境。平常为了生活，我们假日都要去摆摊，然后我们摆完摊之后，我们就会赶快的回来。我们这个很安静的一个空间，那种空间心情的转换会让人家很放松，而且很舒服。你会觉得说，你跟这个土地环境是很有连结性的。一直在推广的艺术生活化、生活艺术化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对我来说我就最直接的，因为我就是种，然后又拿起来用然后又把它刻成刻成这个就是用废料，然后又可以推广友善环境、珍惜资源，更融在一起啊。20年西望推广神范艺术化理念的来同雅，回到陆下港中，等等48节的转弯，就等田中下人的腳步來過神法。港中屯藝術唔係兩條岔開來嘅線，做農藝術工業的做得用夾到牛家家嘅。